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平安。让我们先安静自己的心，把一切的忙碌与重担暂时的放下。无论我们过去这一周经历了喜乐或挑战，让我们都带着一颗单纯渴慕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无论我们深知人生的每一天每时刻，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主的同在，依靠主的恩典与力量，在顺境中感恩，在困境中寻求他的依靠与帮助。让我们在敬拜的诗歌中，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将我们的软弱、盼望与感谢全然交托给主。愿神亲自临到我们当中，更新我们的心，使我们再次重新得力。让我们一同开口来敬拜主耶稣基督。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的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的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圣灵如雨降临。圣灵，请你与我们同在。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圣灵如雨降临。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圣灵，请你降临。圣灵，请你时时与我们同在，每天保守在我们每一天，保守我们的家庭，保守我们的教会，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教友们。圣灵如雨降临。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
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刚刚的诗歌，再次提醒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你。主啊，我们承认自己的有限与软弱，在生活、工作与服事中，若没有你的同在，我们无法站立得稳。谢谢你的圣手时时扶持，引导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主啊，我们要为我们教会献上祷告，求你亲自看顾与保守，让我们弟兄姐妹在爱中彼此连结，在真理中一同成长，赐给教会合一的心与属天的智慧，使我们这世代成为光与盐，见证你荣耀。同时也要为我们自己的家庭交托在你的手上，求你看顾每一位家人，保守身心灵的平安，让我们家中充满了爱与和睦，无论面对的任何挑战，都有你的同在带领，使我们的家庭成为荣耀你的见证。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大家起来，一同来敬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信靠你，甚至你必领我度过，你心是为我坚持到最后。当暴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你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每个夜，每一天，我知你永远在身边，祝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却能真实我敬拜你。危难临到我心靠你，甚至你领我度过，你心是为我坚持到最后。靠主一定得胜，靠主一定得救。我们将我们的一生仰望交到圣手里。向我靠
境。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你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每个夜，每一天，我知你永远在身边。主，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真神，我敬拜你。主，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真神，我敬拜你。主，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真神，我敬拜你。坚固磐石，全能真神，我敬拜你。坚固磐石，全能真神，我敬拜你。主啊，此刻我们将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的祷告带到你的面前，求你亲自垂听。你是鉴察人心的主，知道我们的所求所想。求你按照你的旨意与丰盛的恩典，成就真正对我们有益的事，使我们的生命更加荣耀你。也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在等候中不灰心，在祷告中有更深的依靠你，让我们全人全心献上敬拜，将荣耀归给你。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感谢你的施加，感谢你付上代价，担当我罪和羞愧，使我完全赐下奇妙的恩典。感谢你无比大爱，感谢你的恩双手，宝血洗净我无悔，使我了解你完全包容赦免，神高
谢你定恒双手，宝血洗净我污秽，使我了解你完全包容赦免。神羔羊配得，坐在宝座上，头戴着尊贵冠冕，你作王到永远，来尊崇赞美耶稣神儿子，从天降下被钉十架，神羔羊配得，神羔羊配得，神羔羊配得，坐在宝座上，头戴着尊贵冠冕，你作王到永远，来尊崇赞美耶稣神儿子，从天降下被钉十架，神羔羊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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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耶稣，你就是那位神羔羊，配得我们一切的赞美，配得我们一切的尊崇。也因着耶稣，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你牺牲了你自己的生命，为我们流出宝血，让我们的生命再次被你挽回，让我们的生命再次与你更靠近，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你，我们领受那美好的恩典。神啊，让我们在今早这个主日当中，我们再次见证耶稣神羔羊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那美好的彰显，让我们看见你的同在，看见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动工，透过我们在你面前举手的敬拜，大声的歌唱，献上我们每一个人最真挚的祷告，都愿神你在这些事情当中，你看见我们对你的敬虔，你看见我们对你的渴望，看见我们对你的热情。愿神你真的是打开那天上的窗户，把你那属天的祝福倾倒在每一个渴慕你的人身上。愿神你带领我们，在今天早上，我们真实的来与你相遇，真实的看见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愿神你带领我们早上的礼拜，也透过我们所有弟兄姐妹在这里同心的敬拜，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教会，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里合一的心志。愿神你带领我们，也将今早的礼拜全然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你的荣耀也充满在这个地方，也将一切的颂赞、荣耀全都归于你。这时候，我们要用耶稣你所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我们要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别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阿门。大家请坐。恭受上帝的话语，我们来看一处的圣经，记载在约翰一书4章第7节到第12节，还有19节。我们一起来读。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上帝来的。那有爱的，是上帝的儿女，也认识上帝；那没有爱的，不认识上帝，因为上帝是爱。上帝差他的独子来到世上来，使我们借着他得到生命。上帝用这方法显示他爱我们，这是爱，不是我们爱上帝，而是上帝爱我们，差了他的儿子为我们牺牲，赎了我们的罪。亲爱的朋友们，既然上帝那么爱我们，我们应该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但我们若彼此相爱，上帝就在我们的生命里，而他的爱借着我们完全实现了我们的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愿上帝祝我们听他的话的人。献诗，我们请三引小组，我们献诗，他们赞美的诗歌，就在愿你崇高跟美哉主耶稣。我要在万年
谢谢善意小组的赞美美娜的得分。讲道，我们请曾牧师为我们讲道。那今天所讲的是我们是教会系列的彼此相爱的群体，彼此相爱的群体。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我们再一次聚集在教会当中，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那也感谢神，我们真的每一个礼拜，我们都有不同的小组或者是不同的牧区来赞美神，让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也透过不同小组的特色，让我们看见上帝真的是非常的奇妙，而且上帝真的非常特别，在每一个小组，在每一个群体当中，都彰显出他奇妙的作为。所以愿上帝带领我们，不论透过小组的赞美，或我们刚刚大家一起在前面一起祷告、敬拜、赞美，或我们在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都愿我们这个在上帝的保守当中，在上帝看顾当中的这个美好的信仰群体，我们都可以一起经历到上帝美好的作为，也看见上帝美好的带领。在我们开始分享信息之前，我们再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父神，谢谢你带领我们在今天早上，我们再一次聚集在你面前。我们要再一次透过你的话语，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帮助，也成为我们教会的帮助。愿神你带领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亮光，也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得着鼓励，得着安慰，得着提醒。愿你让我们在这段时间当中，我们专心在你的话语，专心在你的身上，好让我们与你对齐对焦在你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更加明白，也更看见你的美好心意。献上我们的感谢以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段的圣经的经文，在约翰一书的第4章7节到12节，还有第19节。那这段经文我们刚刚一起读，我们可以一直发现这个经文一直出现一个字叫做爱，或者你说彼此相爱，这个词不断的出现，这也是我们今天要透过这段圣经当中的话语，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的。特别在这段的经文当中，它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不是我们个人或在我们教会当中的这个群体，我们要怎么样学习去爱人，或者是我们要怎么去建立起一个所谓爱的团体。而更重要是在这个过程，我们要先认识很清楚，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甚至在我们的教会这个群体，我们是建立在什么之上。我们做这些事情，我们参与这些事工，我们服侍人，为人祷告，我们为什么这么做？是出于被要求呢？出于是一个好像重担呢？还是出于你真的是了解你为何回应做这些事情？特别我们教会要慢慢要进入到50周年。那进到50周年，我们知道，50周年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但它不会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让我们看见这是一个美好的记号。往后看，但是也让我们可以继续往前。所以我想，我们教会也不会只停留在50周年，而是这个教会会继续的下去。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要开始要跟随耶稣的人也是，我们不会停下我们的脚步，我们是会不断的往前走，一直前进，一直前进的。所以将要透过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一起来透过经文来思考，在我们的教会，甚至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如何来回应。最近在教会周间的查经班，我们一些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查考以弗所书。那以弗所书呢，它就在讲的就是教会是什么，就是教会是什么，在上帝的心意里面，教会是什么。当然，如果认真看以弗所书，我们会看见一件事：教会绝对不会是只是讲一个建筑物，不会说是富强教会，也不会说就只有这一群人。教会就是每一个人，教会不会只是这个建筑物。不会就是看到这个招牌叫富强教会，而是每一个人你都可以成为是一间的教会，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成为是那个教会。
而当我们每一个人不断被建立，每一个人不断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成为教会，成为这个信仰的群体，在耶稣基督里面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学习，也不断的长大。所以今天我们要来一起透过这个经文，我们要一起来学习，不仅在我们的教会，也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一起在爱中来成长。所以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见是约翰一书。约翰一书当时是这个约翰他写给当时小亚细亚地区，如果你现在来讲，你可以说大概就土耳其那个地区的教会。那当时教会有一些问题，是有这个假的教师传讲错误的道理，那导致呢这个传讲的人他可能也认为自己有很高深的知识，觉得自己讲的是对的，但实际上却没有一个爱心的行为，实际上却也没有遵守这些事，以至于在那个教会产生了一些问题。所以这个约翰他就写了这个书信，要告诉这些地区的教会，让他们再一次的回到一个非常根本、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教会的群体存在到底是什么样子，让我们可以聚集。所以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在第4章的7到8节，他就这么说：他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上帝来的。那有爱是上帝的儿女，也认识上帝；那没有爱的不认识上帝，因为上帝是爱。如果我们读这个经文，刚刚说我们一直读到我们要彼此相爱啊，爱是从哪边来，然后什么有爱的。但如果你单看第7节一开始，他说：亲爱的朋友，我们要彼此相爱。或许我们会觉得，我们要彼此相爱，好像是一个被要求，好像是一个被说我一定要这么做，你一定要这么做。如果你没有做，你好像就不是上帝的儿女；你没有做，你好像就是不认识上帝的那一个人。但是我们要从这个经文回来看，他说我们彼此相爱，但是那个爱的源头是从上帝而来的，这是非常关键的事情。如果在我们的个人的生命当中，甚至在我们的教会这个信仰的群体，我们先搞错了源头，或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而聚集，那很有可能真的是如经文所说，好像是不大认识上帝。我想我们在我们成长，每一个人成长的过程，我们都在不同的面向，我们去认识爱，甚至我们也学习怎么去爱别人。可能从小到大，我们从我们的父母，从我们的朋友，从同学，我们学习什么叫做爱。我们可能跟我们的另外一半的关系，跟我们家族的人，或是跟身旁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学习什么叫做爱。在圣经当中的希腊文，它有特别4个在描述爱的词。第一个呢，在希腊文当中，它所描写的一种爱叫做亲情的爱。那这个指的就是你跟你的家人，跟你的这个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叔叔阿姨啊，你的弟弟妹妹、哥哥姐姐，比较是有血缘之间的，叫亲情的爱。那这个爱是非常珍贵的，就是可以成为一家人。你在这个家人当中有一个亲情之间的爱。另外一个在希腊文当中描述爱的是这个友谊，就是友情、朋友之间的爱。那通常这种朋友、友谊之间的爱呢，你应该是会跟着有相同兴趣的人在一起，或者是你们有共同的喜好，所以你们聚集在一起。但是这种朋友的爱，如果这群人在一起产生好的影响，那这个群体这个好朋友他们可能会变得更好。但是如果这个群朋友他们在一起就是做一些坏事啊，然后做一些不好的事，那这个朋友的群体虽然看起来有爱，但他可能会往下走。在希腊文当中还有另外一个描述爱的词呢，叫做情欲的爱，特别是指男女之间的感情，或者是指夫妻之间的爱。那还有一个呢，在希腊文当中描述的叫做真实的爱，或你可以说叫真爱。那个字在希腊文我们可能听过，它叫做阿嘎贝，叫做阿嘎贝的爱。这种的爱是真实的爱，是没有任何不管任何的代价，是可以牺牲的，是可以完全的付出的。而这样的爱，通常我们在圣经看到，都是在说上帝有一个阿嘎贝的爱，有一个真实的爱。当然，我们知道，你说跟你家人在一起，跟你朋友在一起，或你夫妻之间，这样子的爱，都很重要，并不是说这些爱都不重要，阿嘎贝的爱就好像世界上只剩这个了，而是这3种爱，我们都需要被引导。
我们都需要透过阿卡贝的爱，透过上帝真实的爱，让我们学习怎么跟教会的弟兄姐妹相处，跟我们家人相处，跟我们的朋友相处，怎么跟我们的另外一半相处。如果失去了这个，很可惜，可能我们就会用我们自己长大的过程，我们长大所认识的方式，我们去跟别人相处，去对待别人。所以，如果我们先不看这个所谓阿卡贝真实的爱，或许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在我们的经验里面，那个爱可能是什么？就是你对我很好，所以我就对你好。你对我很好，我就对你好嘛。那另外一个可能是什么？就是你忽略我了，然后你对我很冷淡。你对我很冷淡，然后我就冷淡回去，然后就冷战，然后什么都不说。那或者是呢，我只爱我喜欢的人，我觉得这个人，我觉得我比较喜欢他，所以我就跟他在一起。那其他的就算了，不关我的事。在我们的经验里面，可能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一个问题是每个关系里面，特别是爱的关系，或者我们说回到教会的群体里面。或是我们在参与的小组、牧区也好，如果每一次的关系都是先建在对方先怎么样，对方先做了什么事情，那这样的关系可以稳固吗？有可能这样的爱会很容易产生某些的摩擦，甚至很容易有破裂。在这样的群体可能会很容易比较，他对他比较好，他对某一个人好像比较关心，但这样群体可能比较容易会有一些比较。可能会有一些疏离产生，甚至可能会产生一些伤害在当中。所以我们知道，在人的爱当中，这些事情有时候是有条件的，就是你对我好，所以我对你好吗？很合理，好像看起来是等价交换。然后呢，有时候好像是有限制的，就是你今天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今天不对，你今天好像冷落我，然后我就不理你。那有时候可能也是有选择性的。有时候可能也是有选择性的，所以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从我们过去成长的经验，甚至我们从这整个世界的价值观、整个世界的文化来讲，我们会觉得这些事情是合情合理的。对啊，就是你不理我，我干嘛理你？你不喜欢我，为什么要喜欢你？你没有对我好，我为什么要对你好？很合理啊，这是很合理的啊。对吧？这些事情其实认真想，在我们长大的过程，或在我们跟别人建立关系的经验当中，这些事情好像看起来是蛮合理的。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也都蛮渴望被爱，也渴望被关注。同时我们也会希望我们好像可以为别人做些什么，我们好像也可以为别人付出一点什么。但实际的状况，我们可能会很害怕付出爱。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你付出了，你要付多少的时间，你不知道你要付多少的关系，你不知道你要付多少的代价。而且有时候你也会害怕说，我做那么多事了，我这么努力了，但我会不会到最后是一场空？就是我做了那么多，但好像没有回报。我做那么多，好像最后没有什么样的结果。其实有时候我们觉得的爱，或者是我们觉得被爱，有时候其实是很有限的。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可以很爱一个人，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可以付出很多，会觉得哇，好像感受到某些人爱我了，我感受到某些人关注我了。但其实这些东西有时候是蛮有限的。所以回到今天的经文，回到今天我们的主题，我们知道特别在教会，在基督的信仰当中，不是告诉我们说你要去爱，你要努力付出，你要先去做些什么。而回过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最基础的是上帝是爱，一个最基础的事情是上帝是爱。不是说我们对待别人的方式好像不好，或是我们不该跟别人建立关系，而是我们都需要由这个阿嘎贝上帝的爱帮助我们去引导出来，我们才有办法用比较正确的方式去跟我们身旁的人建立关系。特别在这个信仰的群体当中，在教会当中，我们才可以慢慢的学习，也慢慢的活出这段经文给我们的教导。所以，如果爱的源头在于神，如同今天经文所说，也如同你真的是相信这件事情，那问题就不在于是说，那我是不是够有爱心的人，也不在于说，那我要怎么去爱别人，或是我要做些什么，而是我有没有真的认识这位神。还是我觉得上帝是爱 ，OK， 他就出现在电线杆上，他就出现在福音手册里面 ，OK，
或者他就在圣经里面，在于你们真的认识这位神，知道他是爱我的，所以我所做的，我所回应的，我所参与的，我所建立的一切是来自于他。所以如果教会或是跟随耶稣的人表现的跟这个世界所想象的爱是一样的，那我们有什么区别？但反过来，若教会或这个信仰的群体或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表现出一个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样貌，那我们真的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样式。所以今天透过这段经文，我们要一起来思想几件事情，也透过这段经文，让我们再一次的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也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这个信仰的群体当中，我们一起来重新建立这个真的是所谓在上帝是爱的这个彼此相爱的群体里面。第一个，我刚刚说有什么不一样？第一个，在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上帝，这个特别的上帝是因为他先爱了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上帝，是因为他先爱了我们。刚刚的经文在约翰一书第4章第9到第10节，这段经文他说：“上帝差他的独生爱子到世上来，使我们借着他得到生命。上帝用这方式显示他爱我们，这就是爱，不是我们爱上帝，而是上帝爱我们，差了他的儿子为我们牺牲，赎了我们的罪。上帝差他的独子来到世上，使我们借着他使我们得到生命。上帝用这方式显明他的爱。”我们刚前面看，在人可能会有一些限制，有一些选择，甚至有一些条件的，所以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很合理的。但如果我们在细读这段经文，你会觉得，对我们来讲，甚至对教会来讲，这特别在哪里？因为这是一个很不合逻辑的爱。如果我们刚前面看那些，我们是觉得很合理的，我们觉得有条件的、有选择的，或者是有某些的限制，我们觉得对啊，应该是这样的。那你就看见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很不合逻辑的。什么样的不合逻辑？人的爱告诉我们，这个人值得被爱，所以我才爱。但上帝的爱告诉我们是，就算不配的他也爱。人的爱是可能我被爱了，所以我才爱；我被喜欢了，所以我才有一些反应。但是上帝是他主动去爱。人的爱，某些状况下可能会慢慢的减少。甚至有一天或许会消失，也不一定。但是上帝的爱它是不会间断的，他的爱是不会间断的。而人的爱有时候，当我们付出，我们可能会计算价值，就是我投资在这个人身上，我投资在某一些事情当中，我会不会得到一些报酬？我会不会得到一些回馈？到底做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有什么样的意义？但是上帝的爱让我们看见，他是不顾任何的代价。他说他差派他的独子来到世上，赎回我们的生命，为了要显明他的爱。所以我们知道上帝的爱不是说说而已。我们两个礼拜前刚过受难周复活节，我们知道耶稣在最后与门徒晚餐的时候，他不仅跟他们一起晚餐，很重要，他为门徒们洗脚。在约翰福音当中，耶稣为门徒们洗脚。你看见耶稣，他不是只是在天上，然后大声的说：“哎，我爱你啊，我爱你，我好爱你哦。”耶稣来到世上，跟他的门徒在一起。耶稣来到世上，亲自为他的门徒示范什么叫做爱他们，什么叫做可以为别人服侍的样子。所以，上帝爱不是说说而已，是甚至在我们还不成熟，我们生命不是那么的完全，仍然有缺点。甚至我们的生命可能觉得远离他的时候，他就已经先为我们付上那个代价，他就已经先为我们做了这些事情。或许真的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或是你在教会的参与，你会觉得我需要更好，我才值得被爱，我才值得我是被关注的。你可能觉得说我要更努力的表现，我可能要做更多的事情，我才会被认同。我才被认可，我才是有价值的，或者是你觉得说我一定要做些什么事情，我才是属于这里的。我一定要证明些什么，我好像才是属于这个团体的人。也或许我们会觉得我要更属灵一点，上帝才会喜欢我。或许有时候我们在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中，我们可能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我们会产生这样的念头，仍然认为我好像就是那个
不够的，好像觉得我好像是要更好的，我觉得我好像是要更属灵的那一个。但是今天上帝圣经的话语，圣经上帝的话语告诉我们，他说他已经先爱你了。他告诉我们每一个人说，他已经先爱你了。在罗马书第3章第25节，使徒保罗也这么写，他说：“上帝不惜牺牲耶稣，以他为赎罪祭，借着他的死，使人由于信他而蒙赦罪。上帝这样做是要显明他的公义，让我们看见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美好的恩典。所以教会这个群体不是属于一群完美的人在这里啊，不是说啊大家都很棒，大家都很好，然后大家才在这个地方。”不是先变得很完美，然后他说哇，上帝接纳我，哇，我变得很好，所以这个教会接纳我，我变得很好，然后这边的人才爱我，而是我们在一个不完全当中，我们仍然知道自己是被接住的，在一个不完全当中，我们仍然在这里去认识、去体会到上帝是如何的爱我们，在我们这个信仰的群体当中不断的去扩张，所以因着这样子，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一群完美的人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仍然有一点。有不同的缺憾，生命仍然有不同的需要被调整的，但有一位这样特别的神在这里，在这里也有一群特别的人，在这里也有一群特别的人，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上帝的爱中学习去活出爱，我们在上帝的爱中学习活出爱。在约翰一书第4章12节，他说：“亲爱的朋友们，既然上帝那么爱我们，我们也应该彼此相爱。”我在今天的信息当中，我们一开始就告诉你说，你要彼此相爱，你要彼此相爱，你要彼此相爱。为什么？当我们如果一开始都要告诉你说彼此相爱，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这是个要求，你就觉得啊，这好像是一个很重担。来教会我就是要彼此相爱，来教会我好像要做些什么。但是我们要回到这个经文的关键在于，是我们知道被爱。知道我们真的是有一位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的，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掌权的。如果我们没有先把第一件事情这个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还是仍然觉得哦，我来这里所在，我就好像要求你要做这做那做那，来这边我好像一定要参与什么，我一定要做些什么，不做好像怪怪的。但关键是在于，当我们知道被爱的时候，那不会变成一种要求，而是你生命当中的流露。我想在这里，在教会，在信仰的群体当中，我想我们也不会，我们不是一群比较会爱的人 ，OK， 我们也不是一群说比较会爱人的人，而是我们这边是有一群被神先爱的人。OK， 我们不是说啊，我们这里在教会好像就每个都很会爱人哦，然后每一个人就哇就有天下心没有，而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是有一群先被上帝爱的人，所以爱的行动。当我们要说彼此相爱，在这个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愿意去彼此分享的时候，很重要的基础就在于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这也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非常重要的身份。爱的行动的基础是在于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我们不是先从行动开始。而是当我们很清楚知道说，哦，我在这里有神的爱在我的生命当中，我知道我在这里，我学习怎么样活出爱。你知道你的身份，进而才会产生不一样的行动。如果我们还是觉得，哦，我够有爱了，我够做些什么了，我好像才是属神的，我好像才是配得的。但是再一次回到这个经文，他说是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活在那个爱当中的，所以我开始活出爱。在约翰一书第4章19节，我们刚刚一起念的这段的经文，他说：“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了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爱，学习爱或被爱，是因为上帝先爱了我们。当我们真的相信自己是被神所爱的，而不再只是说：“哦，我知道这4个字这么写，或这4个字这么说”，那这件事情就不再会是个要求。而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是一个很真实的流露，会是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会是一个很真实的表现。所以不是我们要更努力去爱，不是我们要更努力去表现，我们要更努力去做些什么事情，而是在这个当中，我们先被爱，
所以我们可以活出爱。我们先被爱了，所以我们可以活出有上帝的爱。最后一个，在这段的经文当中给我们的提醒，我们在这里有每一个非常特别的人，我们在这里学习活出爱，而这群特别的人，我们一起形成一个很特别的群体，在这个地方，在爱中让人可以看见神的同在，在这个地方，在爱中让人可以看见上帝的同在。最后的经文4章12节这样说：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但我们若彼此相爱，上帝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而他的爱借着我们完全的实现了。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但我们若彼此相爱，上帝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的爱借着我们就被实现出来了。神虽然是看不见，但他透过一群人被彰显出来，我们成为那个最真实的见证。虽然他没有办法被看见，好像没有办法被触摸得到，但是他透过我们一群人被彰显出来，被人惊艳到，被人知道说，哇，这里有一位神。当我们在读圣经，特别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看见使徒行传，或者是这些书信，都在描述这些初代教会或者是早期的这些基督徒，他们怎么用他们实际的行动，怎么用他们在教会当中，或在他们的社会，或在他们可以跟人相处的过程，去见证上帝的爱。让人家真实的知道说，哇，这群基督徒，这群跟随耶稣的人，我不赶快哦，他们活出一个不一样的样式哦，他们是有上帝的爱在里面的哦。所以我们知道，教会不是被呼召出来说你要努力去爱，教会不是被呼召出来说你要很就怕表爱一点爱这什么物件，不是要很努力然后表现出来。而反而是在那个被呼召过程当中去活出爱，人自然会看见那个流露出来的，人自然会看见说，哇，这里有上帝的同在，哇，这里有上帝的爱在这里。所以被忽略的人可以被接纳，软弱的人可以被扶持，犯错的人可以被饶恕，伤心的人可以被安慰。而这些都是这个世界所看不懂的，甚至是这个世界觉得不合理的事情。但为什么不合理？因为在这个地方，有那位爱我们的神，有那位我们觉得超出我们逻辑、超出我们想象那位特别的神。也因为有这样的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这样子的群体。所以让我们去思考，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团契，甚至是我们自己。我说我们自己其实也是一间教会。我们是不是让人想要靠近神，或是人看到我们就逃之夭夭，或是人家看到我们就觉得，哎呦，这是基督徒呢？会不会其实跟一般的朋友圈没有差别？会不会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小组，我们这个信仰的群体当中，事实上好像没有什么样的差别。约翰福音第13章35节，他说：“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世人就会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当耶稣最后在告诉这些他的学生门徒，交代他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耶稣说：“你们彼此相爱的这个爱，在原文希腊文里面，就是阿嘎别的爱。”上帝的爱。所以耶稣教导他的门徒，也告诉我们，你们彼此相爱是因为你知道有上帝的爱在你的里面，所以你可以用上帝的爱去回应，而不是说你们彼此相爱，那我用我的方式，我用我的想法，用我自己的努力，我去爱人，我去爱上帝。耶稣说，如果你们彼此相爱，用上帝阿嘎别的爱，
用上帝在你生命当中所放下那个很美好的恩典去爱人，世人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想在最近我们可以看见，在台湾有非常多这个民俗的宗教在绕境。上礼拜是白沙屯的妈祖，昨天还前天是大甲妈祖。OK， 那你有看见新闻在报一件事情，就是每一年参加绕境的人越来越多。今年白沙屯妈祖说有46万人，那大甲妈祖新闻昨天说有60万人。那你就发觉，其实台湾人蛮敬虔的，台湾人其实蛮敬虔的，他们对于生命当中、心灵当中的慰藉，他们有非常大的期待，他们有非常大的渴慕。但同时，你也看见新闻不断的在报道一件事，他也说，这个原本生病的，或者是有一些有遇到一些状况的，他们就把他抱到妈祖的神教前，那妈祖好像也医治了他，祝福了他，他的病就得医治。然后那个新闻媒体就会这样下一个标题写网，然后冒号，惊呆了或者是看感动了，哭爆了这样 OK。那你就会发现新闻为什么不断的报这些事情？你也看见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参与在这个宗教的这样的一个团体当中，这样的绕境。你看见人其实除了渴慕找到一个慰藉，你也看见人其实渴慕在找一个群体，人也渴慕在找一个故事，找到一个我自己可以跟这个群体说的故事，可以找到我自己在这个群体当中我可以得到的。所以回过头，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教会，回到我们自己的信仰里面，我们所营造出来的，我们所流露出来的，会让人觉得，哎呦，我不爱去，还是哎呦，这个人刚刚较奇怪。还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真的是上帝的爱所流露出来的。在这个信仰的群体，我们一起所建立的是什么？因为上帝真的帮助我们，特别我们教会要迈入50周年。当然，我说我们会继续一直走下去，不会只停留在50，我们51、52一直下去。但在每一年不断的往前，不断的跟上帝一起同行的过程，我们有没有真的去感受、经历到上帝的爱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上帝的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这个信仰的群体当中，而真实的流露出来。所以这个礼拜，给大家可以回去有2个可以回去思考，也可以2个功课。第一个就是，我们花时间真的好好来亲近神，真的去认识和感受他的爱。我知道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我们都配合教会的读经进度，或导读的进度，我们每天都在灵修。但不是只有把进度过了、看过就好了，而是在那个过程有多点的时间去体会，在那个经文，在默想灵修的过程，发觉上帝怎么用那个话语告诉你怎么样爱你。而我们知道信仰自己跟不是只有自己跟上帝的关系。我想每一次来主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我们一起来亲近神的时刻。而在这个时刻，我们不是只有一个人来亲近神，我们是跟我们这边的弟兄姐妹在这里一起亲近神，认识他，感受他的爱。我想，当我们一开始，我们在这边一起举手敬拜、祷告、一起赞美的时候，就是我们一起在经验上帝的爱在我们当中流露的时刻。所以也不要轻忽每一次你来教会的时间，不要觉得我来这个地方好像就是来享受而已，我来这个地方好像就是时间到了我应该来。来这里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是，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一起去经历到上帝的爱也在这边。所以这是第一个，让我们可以不断去思想；第二个，也让我们去想：好，既然我真的知道上帝爱我，那我是否可以想想看，我如何回应这件事情？不是出于要求，不是出于强迫，而是你真的去感受、领受到这，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花一些时间？花一些方式，我去陪伴、去关心，或做一些不一样的行动。因为神真的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帮助我们的教会。我们真的在这样的学习，在这样的领受当中，不断的成长，
也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彼此建造，彼此鼓励，也成为彼此的祝福。这时候呢，我们要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这首诗歌叫做《爱中相遇》。我们要透过这首诗歌来成为我们今天信息的回应。结束之后，我们要一起为了几件事情，我们要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爱中相遇》。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我们再次从头来唱，每一天渴望与你，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你，将我全能献上当作活祭，以亲切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接近我，吸引我，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在爱中遇见你。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荣耀中敬拜你。接近我，吸引我，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在爱中遇见你。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荣耀中敬拜你。将我全能，将我全能献上当作活祭，以亲切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我们一起来为几件事情祷告。第一件事情，我们特别为自己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可以在他的爱中，不是只有认识，不是只有知道这4个字而已，而是让我们真的在他的里面与他爱中相遇，让我们的生命真实的知道，因着有神的爱，使我的生命得着一个不一样的改变。因着有他的爱在我的里面，所以我们懂得学习如何去爱人，如何去关心人，如何将上帝爱流露出来。第二件事情，我们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愿神帮助我们的教会真的是成为一个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祷告的一个信仰的一个群体。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真的是把我们身旁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把我们在我们参与的小组牧区，我们所关心、我们所服侍的，把它看作是我们生命当中对上帝美好的回应。愿上帝帮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流露出这样子美好上帝的爱。第三节，我们特别为我们教会祷告，我们要
在这个50周年当中，我们再一次来看见上帝的同在，也看见上帝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不断的行奇妙的事情，为了我们教会在这段时间所进行的每一样的事工，所筹划的每一件事情，在这些事情当中，也成为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帮助，成为我们众弟兄姐妹的祝福。最后一个，我们也特别为了在周报当中有所记载，刊登的这些需要弟兄姐妹来祷告，或是为了你所知道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任何有需要的，都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一起为我们祷告。我们一起开口为这些事情，我们一起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父神主，我们谢谢你所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今天的这段时间，我们再次透过你的话语，我们有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看见，就是看见那个美好的图案，那个图案是有神你的爱在我们当中，那个所流露出来的力量不是靠着人的努力，不是靠着人的爱心，而是靠着上帝的爱在我们当中所成就的。神还让我们告诉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学习一个彼此的相爱。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在这个地方真的是不断的走在你的心意里面，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同在。主啊，谢谢你帮助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亲爱的父神，我们在这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真知道你是那个爱的源头，是我们生命当中那份最棒的恩典，也是我们生命当中那个最大的爱。神啊，让我们真实的与你有那个美好的关系，让我们在每一次与你亲近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有知识上的领受，我们不是只有那个表面上的认识，而是更深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就知道你是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去领会到有这么样的一位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动工。神啊，也求你帮助我们。或许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被这些错误的爱对待，甚至被这些错误的言语所控告、所辖制。有时候我们都觉得，我要再更努力，好像才可以得到别人的爱；我要再更努力，好像才可以得到神的爱；我好像要再付出更多，好像才是值得的。但是你再一次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已经先被你爱的，不是我们做了多少，不是我们付出了多少，而你就是那个爱，你已经先爱了我们。纵使我们生命仍然有软弱，我们生命仍然有一些不完全，但是你仍然爱我们。神啊，让这样子的话语真的放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宣告。神啊，也将这样的话语放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让我们的教会真的是知道有这么样一份的爱，有这么样一位爱我们的神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让我们的教会不断在神的爱当中来成长，在神的爱当中不断去经历到他丰盛的作为，也带领我们在走向50周年，在经历这美好的时刻，更看见上帝的同在，看见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也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也愿神你带领我们，特别在每一个需要的弟兄姐妹生命，神啊，你再一次来对他们说话，神啊，你再一次来帮助他们，神啊，你再一次来安慰他们，因为你就是那个爱他们的神。或许生命当中会遇到软弱，会有跌倒的时刻，会有疲乏的时刻，会有遇见困难挑战的时刻，但神你仍然不离弃他们，你的爱仍然是够他们用的，你的同在仍然是不离开的。神啊，愿你在他们在每一个需要弟兄姐妹生命当中，照你的旨意来成就，让他们再次看见神你的美好带领。神啊，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及祷告，让我们真的是在你的爱中与你相遇，在你的爱中与你建立那美好的关系，在你的爱中不断的去领受你那美好的恩典。不论在我们的每个弟兄姐妹，或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都要看见你的爱。献上我们的感谢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这时候我们来奉献。
会众请起立，我们唱回应诗。会众请坐。这是我们来看这个月的金句，我们一起来念。我是葡萄树，你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约翰福音15章第5节，这时候我来报告。我们翻开周报的第2页，下周的服事同工，我们主理请夏牧师来为我们讲道。司礼我们请张业启执事。我们再翻开第4页。肢体交通本会的消息。第一点，本主日4月19号为总会大众传播中心奉献主日，请兄姐一起为了传播基金会的营运经费来关心代祷。第二点，小会报告，我们本会定于今天下午1点半召开定期小会。请小会员预备心来参与。第二点，我们下个礼拜地点的更动，下个礼拜因为配合当日的下午的举行圣歌队的诗歌观摩会，需要布置礼拜堂的场地。那第2堂礼拜将移至到教育中心的地下室来敬拜厅举行。请参加第2堂礼拜的兄姐注意场地的更改。第3点，代祷团的消息，第15期的5到9月的中保代祷服事开始报名，我们请有感动的参与代祷服事的兄姐到1楼公布栏登记可服事的时间。那5月3号2堂礼拜中，我们举行中保代祷的同工蔡派礼。第4点，本会定于5月3号主日举行美国香柏树的音乐见证会。音乐国际宣导事工是由以出生在高雄的李美吴英俊宣教士所创立的。那今年再度回到台湾来为各教会举办巡回音乐诗歌的见证会。本会定在5月3号主日2堂礼拜中来举行。请兄姐到时候邀请慕道友、福音的朋友，对敬拜诗歌有兴趣的兄姐前来领受诗歌赞美生命的见证。第7点，下主日我们举行医治祷告时间。那本月的周6的礼拜定在4月25号的晚上7点来举行。富强50喜年的庆典施工，那本会定于4月26号举行50回响生生不息圣歌队诗歌观摩会。在4月26号的下午1点半到5点，在敬拜中心举行50喜年教会建造复兴研讨会的系列3。
五十回响生生不息的圣歌队诗歌观摩会，透过期盼透过的跨教会交流来学习，共同精进歌唱技巧与音乐事工的侍奉能力。那一天当天我们的爱心午餐暂停一次。那诗歌观摩会是邀请我们中会内的6队圣歌队来参与献诗与观摩，并且也邀请金希文老师、李建立博士主持来专题讲座。为了统计人数，欢迎本会的兄弟踊跃报名参加，并且来加油。本会定于5月16号举办教会祷告事工的研讨会。5月16号的礼拜六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在这边敬拜中心来举行50禧年教会建造复兴研讨会系列4。第3点，本会定于8月9号举办50禧年的感恩餐会。本会的50禧年庆典委员会的规划，定于8月9号下午3点到5点20分，在台南文化中心举行社教50禧年的感恩礼拜。会后晚上6点，将在长荣桂冠酒店来举行50禧年的感恩餐会。为了使餐会筹备顺利，本会启动第1次阶段的报名作业，欢迎富强教会的会友，包括配偶、子女，稳定参加聚会的慕道友跟牧区的小组员，来一起报名参加。费用，每个人400块，那教会补助400块。没有参加小组团契的，向1楼大厅向李志强长老来报名，并且登记缴费。那门徒培育事工研讨会的消息。第2点，富强亲子讲座。讲座的主题是孩子需要什么样的父母，成为什么样的父母。讲员是刘慈慧老师。我们时间是5月31号礼拜天，2点到4点半。地点在我们教会教育中心的地下室的主堂。提供3岁以下幼儿园跟国小儿童照顾服务。要详细资料跟报名方式，我们到公布栏来查看。以上报告，我们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牧师有做几个重要的提醒了哈。先来介绍我们的新朋友。今天有3位新朋友在我们当中。一个是周成允跟周光展2位弟兄在哪边？让我们认识你。欢迎你，欢迎2位。成允跟光展哈，好，欢迎你们来参加哈。他们是永康教会哈，来到我们当中哈，谢谢他们来。再一位是林成斌弟兄在这边，欢迎你。登斌弟兄哈，欢迎3位哈。我们第2堂礼拜哈，常常会有新朋友来哈。那刚刚我们的郑牧师讲的这个道，就是要让大家去实践啦。我们要用爱把他们承接住哈。他们来不要让他们当然孤孤单单又离开了哈。所以需要大家来关心需要来。用爱来接纳他们哈。那同时也讲到是说，我们第2堂礼拜最近我看到大家出席的蛮踊跃的，包括我们的诗班哈，我们的小组。那还是需要大家一起努力哈。我们就在周报里都会报告说，请大家来做礼拜的时候呢，能够观察一下说，平常坐在我左右的怎么今天没有到？我们愿意多出一份力来关怀他，来联络他也许来联络说，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今天怎么没有看到你啊？虽然只是一个平常的问候，但是那个爱的交流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也邀请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大家一起努力一起来来招呼能够联络这样子同时除了新朋友以外，我们也特别也大家一起关心我们在礼拜3呢，我们有教会的永瑞兄他的妈妈过世安息，
举行告别式，虽然是一般民间的告别式，但是我们教会有自强小组，很多弟兄姐妹去关心了哈。今天特别永瑞兄跟静慧姐有来，你站起来让我们关心一下哈。永瑞兄他们两个夫妇，我们继续为他们代祷，求神恩典跟他们同在哈。好，请坐，请坐。继续代祷，请大家代祷哈。那牧师有几件提醒，就是最近的活动有一些提醒部分，牧师在做一个强调。刚刚我们的仲杰执事已经做很清楚的报告哈。那首先报告的就是下个礼拜天，下个礼拜天我们要举行下午要举行圣歌队的观摩会。那因为下午1点半就要开始了，如果像今天一样，这个时候结束最快也要12点半，对不对？那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这个场地来不及布置，所以要邀请我们下个礼拜，记得不在这边做礼拜，到地下室去。另外一个非常棒的属灵空间有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去过那边做礼拜去看看不错那边是地下室有一个特别安静的地方我们来第2堂礼拜所以下个礼拜来，你如果是第2堂，你就直接到地下室去了那也因为这样子，因为4楼要布置，那3楼也要让这些一共有5个教会的圣歌队跟我们互强6个圣歌队，一个队如果是20个、25个30个的话就100多了，180，大概这个4楼都要坐满了。3楼也要当成他们的一个休息或是换装的地方，所以抱歉，下个礼拜我们的午餐暂停爱心午餐暂停。所以今天还可以，今天大家礼拜结束踊跃去那边一起享受不过有一个小小的报告，就是说最近不是那个美伊战争吗？这个石油突然间暴涨连那个最常用的塑胶袋还有饭盒都买不到，就是空的清洁的所以教会爱心午餐他们有一个困难就是说之前买不到，所以有些人可能是第1堂比较多了，有些弟兄姐妹他们要带一份午餐回去跟他的家人一起享用，就没有那个饭盒，没有那个袋子所以暂停之后，反而很多人就干脆没有拿，反而菜会剩下来所以我们的爱心午餐有一个变通的办法，既然这个虽然是便宜的东西，但是会涨价，买不到，所以呢希望能够改变大家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带午餐回去的话，你能不能自己带餐具来，就是饭盒，铁的饭盒，对不对一个便当盒来装，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这一个浪费了，就是环保当然如果忘了带餐具来，他们要加收10块钱，很像我们去拿塑胶袋要1块钱一样意思那个空的清洁的那个纸盒还有那个塑胶袋要加10块钱那个目的不是为了收钱，是为了让大家习惯，如果你要带午餐回去的话能够自己带自己的那个饭盒这个是很虽然很麻烦多说，但是跟大家提醒一下。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在5月3号有一个香柏树音乐见证会，是由美国回来的这一个吴英俊宣教士来做主导也邀我们圣歌队一起献唱这个诗歌见证会应该是比较蛮轻松的啦所以呢也是一个福音的机会，所以欢迎邀请我们的福音朋友、慕道友一起来听就是有唱了5首诗歌，有这个吴英俊宣教士的见证，欢迎大家那一天来刚刚忘了提醒，就是说我们下个礼拜的一个圣歌队的观摩会，我们会有能够来更好，来给我们的圣歌队鼓励那一天因为4楼都坐满了圣歌队员嘛，所以我们尽量到5楼去听跟他们鼓励这样子。另外呢我们这个礼拜六晚上有周末的礼拜，周6的礼拜
如果你礼拜天时间不允许，或是你想要多一个属灵的时间，欢迎礼拜六来参加7点的青年在地下室的礼拜欢迎大家来参加。另外也下个礼拜天我们有月底的一个医治祷告时间医治祷告时间。那在做补充的部分就是需要大家配合的啦，刚刚已经报过，但是要提醒，第一个，我们要举行50周年的纪念餐会爱餐，在8月9号的晚上8月9号的晚上，就是在大概6点的时候，在长荣酒店。那一个活动是连贯的早上在教会有一堂礼拜是一个培灵会，然后下午从3点到5点半要做我们的感恩礼拜，50周年感恩礼拜，就是在文化中心，因为那个场地是为了让我们的圣歌队能够把他们献唱的诗歌能够完美的呈现，而且要有一个录音录影所以在那边重要的是后面我们的爱餐呢要报名我们因为那个长荣酒店的地下室的大餐厅最多只能容纳60桌。等于600人，当然如果我们自己的会友一定是够了。那现在为了要掌握人数，我们在母亲节之前邀请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先报名。那有很多分散的方法，第一个，如果你是在小组，你就跟小组报名，团契跟团契报名。那如果你没有参加任何小组跟团契，你就在1楼给我们的志强长老报名或是办公室报名。那要以交钱来为这个基准我们一桌是8000块，那一人份是800，对不对？那教会补助一半，所以你只要交400块。那第一次是优先是教会的内的弟兄姐妹如果说你在外面的亲戚，你很热情想要邀他们来参加，因为怕人数不够，所以在母亲节前一定是会友自己先报名。会有后来再扩充到，比如说你的父母亲直系的，或是儿女在外地的想要来参加，我们在第2阶段来开放。第1阶段先报名所以要以交钱，就是这个位置你占了一个位置就是400块除非你用抱着小孩子抱着可以另外通融，不然的话就一个椅子一桌10个嘛，一个椅子就是40块。那也是一个教会的一个热情啦因为教会补助了一半这一点请大家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报名了到母亲节前。那另外呢，我们也要举办这个母亲节纪念 T 恤的一个不算是义卖啦，是订购，但是也是教会补助，因为补助一半所以鼓励大家有3个颜色，我们那个图卡可以拿出来有3个颜色，就是黑色的、白色的、橘色的如果你们全家要同一个颜色很好，如果不同颜色呈现也都很好。那但是为了要确定你的身体的尺寸我们在楼下有一个试穿的，或是比一下你的肩膀大概多宽那个号码从小到 XL 或是2个 XL 这些大家试穿然后登记大家尽量赶快把它完成当然我们也建议说，比如说你平常是小组是在礼拜周间聚会的，你也可以周间再来量，不会在礼拜天大家挤在一起啦早上第1堂很多人在那边量尺寸啦当然尽量早一点把它量完，而且登记好像也要一起交钱的样子一件150块，一件150块。那牧师最后报告的是，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讲座，叫做富强亲子讲座，在5月31号由一位刘慈慧老师，他是一个就是教育大学退休的一个教授，他很这方面的专家那我说这个活动当然我们参加是最好，但是我们重点是邀请你，如果你的朋友、你的亲戚、你的邻居有孩子是国中小或是高中以下的小朋友在养育的这个部分，最适合来听这个演讲，就是亲子讲座。他是一个专家，这方面很有研究欢迎大家来报名5月31号。另外还有密集研经课程华人科学信仰研讨会，都是很棒的研习会，欢迎大家
看周报哈，一起来做报名啊！希望大家因为大家的配合，大家的努力哈，我们教会的50周年的事工会办得非常有声有色的哈，也愿上帝赐福大家。好，报告到这边，谢谢。颂荣，我们会众请起立，唱最后的诗歌。一生我的望啊，我要遵从你的命，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我们请曾牧师来祝祷。我们一起来领受从神而来的赐福，以及上帝的保守。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也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也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福祉与相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们。大家请坐，我们默祷一会。让我们第2堂的聚会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互相来请安问候祝福。